让千里共相遇。云雨何时呀？归头，归头，歸頭問大兄。其實咁嘅，聖經講話喺創世嘅時候咧，神説天上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作記號，並節令日子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地上。事就咁樣成了。於是神做咗兩個大光，大嘅管晝，小嘅管夜。又做眾星，就把這些光擺列喺天空上面，普照喺地上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是好的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第四日。一年容易又中秋，你哋有冇聽過月亮嘅傳說啊？冇啊，冇啊。月亮都有古講，咁啊要豎起耳仔嚟聽下啦。嗱，話説咧就好耐以前咧，就有一個神射手，佢叫做后羿，佢就喺天上咧射咗9個太陽落嚟啦，留翻一個。咁咧，所以我哋以後咧就得一個太陽嘅啫。咁然後咧就佢娶咗一個好又靚又溫柔又良善嘅妻子，咁咧就有啲阿 Sir 同埋阿婆。我哋而家就叫佢哋做嫦娥啦。咁嗰陣時嗰個後娘娘咧就俾一個仙丹俾呢個神射手，佢叫做后羿。咁咧就話，如果你哋兩夫妻一齊食咧，就可以長生不老。但係如果有淨係一個人食咧，嗰個人就會飛走咗㗎啦。哇！古代都有長生不老藥啊，而家有就好咯，唔使眼紅耳聾，着翻皺紋，都唔使驚三高周身骨痛啦。係，世界上邊有人死嘅？聖經話按着定命人都有一死，不過你唔使驚。聖經話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咁下嚟點啊？佢有冇獨食㗎？唔使急。嗱，聽我講埋先。咁呢個后羿咧，就有一日咧，佢就出去打獵。咁佢本來咧就諗住咧要同我太太揀一個好日子，一齊分食，咁就一齊長生不老。咁但係咧，當佢出去打獵嘅時候咧，有個壞人喎，係個徒弟嚟嘅喎。咁佢咧就走嚟逼嫦娥要俾嗰個仙丹俾佢。咁啊，嫦娥唔想俾咗佢個壞人，所以佢就自己食咗落去，吞咗落去。但點知佢就真係飛咗上天喎，飛咗去月亮嗰度啦。原來關於月亮都有咁凄美一段愛情故事啊！太浪漫，太感人啦！係，愛情故事幾時都係感人㗎啦。但係嫦娥飛天呢啲都係純屬虛構嘅。聖經喺帖撒羅尼迦前書咁同我哋講，佢話：我們現在照着主的話，告訴你們一件事，我們這活着存留在主降臨的人，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角吹響。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，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，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這樣我們就要與主永遠同在。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。
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。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：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萬代。他必降臨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潤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義人要發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長存。阿們。Bye.